奶茶鋪加 AI， 銷量翻倍掂手可得。我叫 AI 幫奶茶鋪搞推廣，俾咗佢一堆大馬本地鋪嘅推廣方案，叫佢分析，點知佢俾咗3個方案出嚟，其中一個只需要一張 A4 紙。大馬奶茶鋪競爭有幾激烈，大家都知，對面新開一間，你度就少咗10個客。問題係大部分老細淨係識兩招，減價同買1送1，減價蝕本，買1送1賺唔到錢。我就諗 AI 幫唔幫到手呢？我將 TikTok 上大馬奶茶鋪近半年嘅推廣活動數據全部餵咗俾 AI， 買1送1，打卡減1蚊，滿10杯送1杯，開會員卡，叫佢分析啲乜嘢有效，啲乜嘢只係蝕錢做熱鬧。佢俾咗我3個方案，第一個係暗號推廣，叫客人到鋪講一句暗號就送塔並，成本唔使1蚊，但客人會分享俾朋友。第二個係打卡牆，整一面簡單嘅牆，客人影咗放上 TikTok 就可以打折。第3個最搞笑，一張 A4 紙，寫上今日隱藏菜單，貼喺門口，就咁多。我覺得第3個太扯了，但抱住試下嘅心態貼咗3日。你估點樣？每日有7至8個人入鋪就問今日隱藏菜單係乜嘢，就一張 A4 紙，零成本，多賣咗10零杯。3個方案我只係試咗一個就已經有效果，剩低2個我仲未試。你覺得值唔值得試？你認同嗎？留言區傾下。